歡迎大家收睇財富訊息。今日我哋邀請咗宏利投資管理嘅關少康 Kenny 同我哋探討一下有關後市嘅投資機遇。Kenny 啊，咁近呢一兩年啦，我哋都留意到國家之間嘅資源戰，令到市場開始重新聚焦有關於實質資產嘅投資機會。無論係舊年嘅黃金同埋貴金屬，去到今年嘅原油啦。宏利投資管理對於相關資產有啲咩睇法呢？冇錯啊 ，Coco， 我哋認為2026年係投資實質資產同埋相關證券嘅良好時機。主要原因有3個。第一就係我哋預期環球通脹仍然處於較高水平，而因應近期嘅地緣政治衝突，整體通脹易升難跌。投資者因而追捧包含商品、基建同埋能源等相關實質資產作為對沖通脹嘅方法。第二就係人工智能嘅發展推動全球嘅電力需求急升，多個國家政府都加碼能源基建同埋數碼基建嘅投資，刺激相關公司嘅股價表現。最後就係地緣政治局勢持續緊張，只會令國家之間嘅資源戰進一步加劇，刺激商品價格上漲。以上3個利好因素令我哋相信2026年實質資產同埋相關證券嘅表現可以提高一線。Kenny 你啱啱都提及到啦，有關基建股票嘅投資機會。除咗人工智能以外啦，仲有冇其他支撐住相關板塊嘅結構性趨勢呢？主要就係近年嘅地緣政治局勢帶嚟咗2個變化。第一就係多個國家希望可以加快能源轉型嘅進程，減低對傳統能源來源嘅依賴性。而美伊衝突開始之後，進一步凸顯能源轉型嘅重要性。第二就係全球供應鏈回歸本地生產嘅趨勢，推動基建同埋工業設施大量回流投資。截至2025年嘅6月，美國公共基建支出為500億嘅美金左右，而預期去到2050年，全球需要額外151萬億嘅美金資本去滿足以上主題嘅需要，帶嚟龐大投資機遇。咁提到呢個實質資產啊，咁唔少人都會聯想到股票相關嘅機會嘅。不過如果咧喺債券部署方面，你哋又會睇好邊一類嘅資產呢？今年嚟講我哋比較睇好短期抗通脹國債嘅投資表現。正如啱啱提及，預期整體通脹水平易升難跌，亦都會令到美國長期債息有上行嘅壓力。短期抗通脹國債正好減低對長期利率變化嘅敏感度，同時可以對沖實際通脹超出預期嘅風險。而事實上，過去10個歷年，短期抗通脹國債攞得9次嘅正回報，同時有8個歷年跑贏短期國債，係一個相對穩健嘅投資選擇。咁近呢幾年嚟啦，環球股票同埋債券市場嘅相關性就不斷提高，減低咗傳統股債混合型策略嘅分散風險嘅效果嘅。Kenny 你哋建議啦，咩類型嘅投資方案去提升翻分散風險嘅能力呢？過去咁多年以嚟啦，投資者比較追捧一啲高派息為主嘅傳統多元資產方案，但我哋認為投資者亦都可以考慮結合短期債券同埋實質資產證券嘅嶄新多元資產方案，一方面對沖地緣政治同埋通脹風險，同時把握宏觀大趨勢帶嚟嘅長線增長機遇。咁今日都唔該晒 Kenny。